博弈嘅年代。高永文話：喺確保嬰兒奶粉供應充足之前，唔會撤回限帶奶粉出境嘅法例，強調並冇遭到政治壓力。詳情留意6點鐘新聞。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提提你，而家嘅時間係傍晚5點59分。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提提你，以下係6點鐘新聞。亞洲電視，香港良心。歡迎收睇6點鐘新聞，我係李彤，我係陳婉容。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習近平喺莫斯科演說話，任何國家都難以單獨主宰世界事務，只有合作先至能夠共贏。建制派議員話，會見港澳事務官員嘅時候，會提出普選行政長官係咪有預算機制。陳茂波話，啟德兩幅港人港地設有多項嘅限制，可能會影響入標價。詳細嘅新聞內容，國家主席習近平繼續喺俄羅斯第2日嘅訪問，喺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說㗎。咁佢就展述咗中國對當前國際形勢嘅睇法，話時代潮流在變，任何國家都冇辦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只有合作發展先至能夠共贏。孫少勤報導。喺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習近平向師生發表演講，話合作發展共贏成為時代潮流，唔可以再停留喺冷戰思維。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的形成，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反對干涉別國內政，維護國際的公平正義。習近平話：面對錯綜複雜嘅國家安全威脅，各國唔能夠單打獨鬥，要合作共贏。各國主權範圍內的事情，只能由本國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來辦。這是處理國際事務的民主原則，更多機遇，而不是什麼危險。我們要實現的中國夢，不僅造福中國人民，而且造福各國人民。習近平以世界上最重要同埋最好嘅大國關係嚟到形容中俄關係，又引用李白嘅詩句嚟到做比喻。俄羅斯有一句諺語：大船必能遠航。中國有句古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我相信，在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俄關係一定能夠繼續乘風破浪，揚帆遠航。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係俄羅斯嘅高等學院之一，被稱作為外交官嘅搖籃。中國領導人由90年代開始就開創咗嚟呢度演講嘅傳統，而陪同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嘅習近平夫人彭麗媛亦有出席。亞洲電視記者孫直勤報道。而習近平較早前就同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聯合聲明，加強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再由孫直勤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喺克里姆林宮舉行歡迎儀式，迎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佢哋隨後會談，習近平話：俄羅斯係佢擔任國家主席之後出訪嘅第一個國家。今後中俄全方位戰略合作重點係堅定支持對方，維護國家主權同埋安全，以及喺國際同埋地區事務當中密切協調同埋配合。兩國元首其後簽署中俄聯合聲明。中俄對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的立場相同或相近，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我們決定要密切雙方在國際、重大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和配合，堅決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及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聯合聲明嘅其中一個重點係有關亞太地區，兩國認為喺遵循國際法基本原則嘅基礎上，喺亞太地區建立開放、透明、平等同埋包容嘅安全同埋合作架構，係當前本地區嘅首要任務。區內國家要通過對話同埋協商妥善解決分歧。而喺反導彈問題上，中俄就主張喺國際法嘅框架內，以政治外交手段應對彈道導彈擴散。有分析認為呢兩點主張明顯係針對美國。而且我們的人文合作習近平同普京其後出席中國旅遊年開幕儀式，希望加強民間交流。今次外訪，習近平夫人彭麗媛成為焦點，普京為佢送上鮮花。亞洲電視記者孫兆勤報道。轉睇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到前海同南沙發展區參觀，並會同多名主管港澳事務嘅中央官員會面。有議員話會提出有關普選行政長官係咪有預選機制，同埋限帶奶粉出境措施等。38名建制派議員下晝抵達深圳前海參觀，聽取官員講解最新發展。佢哋之後轉往番禺南沙參觀，夜晚出席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設嘅晚宴。禮拜日就會返深圳，分別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喬曉陽同港澳辦主任黃光亞會面。有議員希望提出預選嘅問題。最近都有一個比較熱門嘅話題，就係一個預選個機制。咁呢啲喺基本法嗰度呢，我理解係寫得幾清楚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呢，就用唔同角度去理解呢啲説話。咁至於應該點樣去處理嘅呢？咁如果喬曉陽係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嘅解釋呢，咁我覺得對大家對呢個普選整個過程裏邊嘅了解呢，有可能都會有好處嘅。限帶奶粉出境措施近日亦都喺內地引起討論，有議員打算向中央官員反映，亦都有建議引入機制，合法咁向內地輸出奶粉。因為香港我哋亦都應該有一定嘅存量喺度，唔係淨係供應本地㗎嘛，足夠嘅存量喺度嘅時候，咁如果嗰個調節得好嘅時候，咁係可以通過一啲合法嘅正式嘅途徑按照嗰個香港嗰個即係嗰個供應嗰個數額係除咗滿足咗香港之外，有幾多可以正式途徑運翻內地呢？議員亦都話會反映本港房屋、經濟同社會等嘅問題。禮拜日下晝返香港。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內地委員姚國平喺本港出席研討會嘅時候，被問到普選特首由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提名係咪包括預選？佢話需要香港社會廣泛協商。我不清楚為什麼普選還要經過這樣的預選。我知道關於普選有它特定的程序，有它特定的原則，就是有一個時間表，但是還缺乏確定的路線圖，而這個路線圖恰恰是應該由香港社會各界來共同協商，確定以後，通過法定程序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夠實施。佢又話喺20幾年前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已經有人提出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佢認為行政長官作為國家同香港嘅聯繫，有雙重身份，愛國愛港係基本要求。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話，如果唔同黨派只係堅持立場，唔肯讓步，本港政制就唔能夠向前走。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就話，唔鼓勵教徒參加佔領中環行動。陳俊彥報導。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話，早前喺梵蒂岡嘅時候送咗個中國聖母像俾教宗方濟，又引述方濟話，每日都有為中國同埋中國教會祈禱。被問到對於佔領中環行動嘅睇法，湯漢就話唔鼓勵教徒參與。平常我唔會鼓勵啲教徒去咁做嘅，因為我哋時時都講開咧，就展開係交談嘅。我自己個人係咁樣交談啊，交談咧呢個就係時代嘅信息同埋方法啊，凡事咧都應該通過交談嘅，唔係話一齊咧用咩行動。
而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就認為，香港內部對於政改方案先要有共識，否則最終只會原地踏步。無論喺成個社會啦，唔同嘅政黨啦，如果我哋喺個討論當中，我哋係堅持自己嘅立場，唔去有讓步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其實最終個五步曲一定係行唔到去嘅。佢又希望佔領中環行動唔好影響香港嘅運作。亞洲電視記者陳俊彥報導。提出佔領中環行動嘅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話：佔領行動只係爭取普選嘅最後步驟，商討普選方案先至係行動關鍵，重要嘅係引起社會關注。佔領就係要透過產生運作跟住博拉啊嘛，咁呢個如果唔產生到影響運作，咁佢唔拉你嘅話咧，咁你就做唔到我頭先一開始講嗰個公民抗命嗰樣嘢㗎啦。咁但係我哋要點樣去解説俾，即係我呢段時間可能會做一啲功夫，就係要去解説俾即係真係喺中環做嘢嘅人，即係點解要去佔領影響佢哋嘅生活，又影響佢哋嘅工作，但係點解背後嘅理念，希望爭取佢哋都會認同。啟德發展區兩幅港人港地設有多項限制，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承認可能影響入標價。江川報導。為咗確保地皮上面起嘅住宅單位只係賣俾本港永久居民，兩幅啟德發展區嘅港人港地受到多項嘅限制。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承認地皮嘅價錢可能會因為咁而有折讓。當我哋考慮港人港地嘅時候，我哋自己內部都有評估嘅嚇。有可能呢個價錢會比冇呢個條款會略低嚇。不過我哋個初步評估呢，就未必會低好多嚇。咁當然呢一個睇市場啦，而市場呢，就亦都隨行就市啦，睇下當時大家點睇後市係點。啟德發展區唔單止喺市區，而且係政府起動九龍東嘅重點地帶。但喺多項限制之下，兩幅啟德港人港地嘅售價可能會有1成以上嘅折讓。有測量師甚至預期樓面嘅尺價可能低至4500蚊。不過，有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嘅成員認為，啟德嘅地皮相當優質，估計成交價仍然理想。啟德嗰個土地咧，都係一個市區嘅土地咧，即係比較罕有。加上咧，佢有即係郵輪啊等等嘅規劃咧，嗰個地方其實咧交通好方便。反而我覺得咧，即係咁罕有嘅優質嘅市區地咧，應該發展商咧佢係會係比較有興趣嘅。咁如果當比較多發展商有興趣嘅時候咧，我相信個地價方面咧都唔會太差。所以我認為咧嗰個地係受歡迎嘅，即係嗰個地價唔一定係受到影響。啟德兩幅港人港地將會喺下星期4開始招標，5月底截標。亞洲電視記者江川報導。另外，政府就維港以外填海進行第2階段公眾諮詢。對於有聲音質疑填海嘅需要，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強調唔可以臨渴掘井，又話填海比其他方式可以更快提供新土地供應，又話喺發展岩洞嘅時候會注意經濟效益。伍慕廉報導。本港土地供應不足，政府提出喺維港以外5個地方填海。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話：係為咗避免臨渴掘井，並且預計最快2019年就可以做好第1幅填海地，時間掌控比較好。知道每樣嘢都有困難嘅時候呢，我哋就可能唔可以再幻想呢，仲有啲好完美嘅方案出嚟，係解決咗我哋嘅住屋問題。填海作為一個選項呢，我覺得社會真係要諗嘅。同埋呢，就如果大家同意嘅話，呢，其實呢嗰個時間個掌控性呢，政府係比較高嘅。至於政府建議喺中部海域興建面積1400至2400公頃嘅人工島，陳茂波話選址可遠可近，視乎用途而定。如果用作發展住宅，就要考慮交通配套。如果話個人工島呢係愛嚟將一啲市區裏面一啲厭惡性嘅措施搬咗去，將一啲我哋平時嘅廢物啲填料要搬去嗰度處置，嗰個可以放遠啲，愛嚟住人嘅，發展一個社區嘅，咁我就要考慮咧呢個同市區嘅交通接駁，起橋啊，因為用隧道啊，個成本係點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希望多聽一啲意見。除咗填海，政府亦都打算將部分設施搬入岩洞，騰空原有設施嘅土地建屋。其中將沙田污水處理廠搬到女婆山岩洞最受注目。陳茂波預計可以騰空20幾公頃土地供住宅發展。亞洲電視記者伍慕廉報道。休息返嚟會報道。
張建宗話：正係研究試行護老者津貼，為照顧長者嘅家人提供現金津貼。塞浦路斯通過成立團結基金同控制銀行資產，爭取歐盟援助佢哋嘅經濟。